呢本係一本教你睇清末世，帶住盼望向前行嘅書。作者陸可鐸牧師一直對未來好感興趣，所以佢由聖經出發，深入研究時代終結嘅嘢，寫咗呢本再來的事。書入面唔單止有聖經見解，仲講得好淺白易明，將真理同鼓勵結合埋一齊。佢想話俾我哋知，雖然末世越嚟越近，但我哋其實可以有好多期待同盼望。讀呢本書會令你獲益良多，學識警覺，睇到身邊越嚟越明顯嘅末世徵兆，識得去留意，領受應許，開開心心咁領受上帝對末世嘅承諾，內心平靜，帶住信心同淡定面對將來，唔使驚，充滿期待，真心盼望天國嘅美好，仲好慶幸自己嘅命運一直由主穩穩咁捉住。對基督徒嚟講，呢本書好清楚咁描繪咗我哋完美嘅永恆家園，亦都指明咗點樣行去呢個終點。書入面由準備好未開始，講解4個核心觀念，再逐一剖析未來發展，好似係樂園、聖徒被提、天上婚禮、千禧年掌權、白色大寶座審判，直到返天國屋企，全部講到明。作者陸可鐸係美國好出名嘅暢銷勵志作家，服侍咗上帝好多年，作品賣過億本。佢用最簡單嘅文字，將上帝嘅末世計劃講得清清楚楚，等我哋可以用永恆嘅眼光去睇人生，將將來嘅應許變成每日生活嘅指引，活喺天國嘅光芒之中。